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台南的市定民宿新华的大目江18叶活动，这是3年一摆，到达有上百年历史。传说这新华地形是一个八卦，八卦内面所有蜘蛛精伫咧作怪，才会互这地方的妇女被安分。据说这地方大庙出新桥，还有大目江囡仔送工灯，拜这八卦阵来祭煞，搁用炮仔来蹦蜘蛛，落尾也演变做是祭煞求平安的活动。 庙方人员对这只12公尺长的蜘蛛先进行祭祀仪式，再去用吊车甲吊上4站楼悬。新华3年一考的大目江18叶活动，到达有上百档历史。相传因为只有蜘蛛精咧作乱，会互妇女四界拍走。地主地方办夜祭来消灾祈福，会先由大目江囡仔送工灯布定八卦形，落尾国庙有成桥，再搁伫外围烤掉咧，来祭煞解厄，祭奠啥济民族来斗了结。 刚刚看这家出名，这年无看过，佮看这民俗活动有蜘蛛啊。新华大大小小的庙宇拢有造传，然后至少18间以上啦。对咱来讲，在地人教最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民俗文化，利用这个八卦阵、八卦布阵，来祭，会当祭煞，这个功能，达蜘蛛精，达蜘蛛精祭福。根据了解，过去新华四周围有汉人来开垦，加拢总有4条大路，4条细条路会当通来新华，嘛形成一个八卦体。再加上镇内有7间庙，皇宫才是好地理。不过庙方讲，当时八卦内所有蜘蛛精咧作怪，即阵因维持传统，伫新华中正路参中山路口，嘛就是八卦中心，用炮仔来蹦蜘蛛，消灾祈福。 所以要声明，要来显现，要来那个蜘蛛，就是讲夜祭。我们这个蜘蛛夜祭，就是夜互爸来引火，来烧这蜘蛛，互这蜘蛛消灭，安尼一当过啊，安尼就平静。其实这项活动伫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就禁办过，后来民国84年，地方才开始恢复举办。即马大目江18叶除了是台南重要的文化资产，也有安定地方居民真大的力量。因毋望通互更较侪人来练捌传统的祭典文化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